的绿色景观拢是市工长期整理维护，照顾民众不爱的花蕊，互伊展现生命力，为社区打造忘忧花园。不止玫瑰花跟那个兰花，还得那个像玫瑰花，要修修剪剪，它才会变得茂盛跟漂亮。另外，志工嘛家己做架塑，佮有堆肥，利用水桶收集雨水来灌溉，加入社区环保的理念。糖衣，然后果皮3，然后水10这样的比例下去，你跟它浸泡，然后刚开始你就跟它搅动，当放置3个月之后，它就可以是个很好万用的东西，就在清洁方面啊，或者当成花卉都是很好用。即马随着季节的无同，嘛有无同的花蕊会使欣赏。4、5月时会搁较水，社区嘛感谢志工的热心服务，让庄仔头的环境愈来愈水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